来是花市好新闻，好心的新闻。来看宜兰市的中山路，昨早起8点外，可能是因为日头擦目，视线无好，怎造成机车的堆弄。弄车的地点就伫一间加油站的正头前，所有员工马上放下工作，分工合作。有人摕三角锥，有人摕警示灯，有人卡119，有人帮摔倒在地骑士来压雨伞，都是一支真有训练的加油站的团队，让人看到足甘心。这穿红衫的人，乌多摆直直徛后边，乌多摆离愈来愈近刷落来。是这个方向，它好像是刺眼。车离残愈超了10公尺，一日路边啊爬袂起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后面突然感觉很像爆胎的感觉，我就飞起来了。然后之后我稳住车身，我回头看的时候，发现是有一台机车追撞我。伫加油站的门口发生车祸，所以员工赶紧短短3秒钟尔冲到路边，有人摕三角锥，有人摕警示灯，10秒钟内将事故的现场围起来。除了提醒其他驾驶人嘛，压雨伞替这受伤的人炸日头，一直到救护车来，确定无问题才收线。过去，先放倒追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它会冲撞，是哦，二次伤害，还蛮频繁的啊，真的哦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们都这么做？对啊，对，都有在教，定期都有，嘿。平时拢有伫训练，所以讲大家感觉真甘心。如果发生，即便不是自己发生事情，然后也很热心的去帮忙。看到加油站员工，可能当下可能还有人在加油，却还是奋不顾身，先去帮忙受伤的人处理他的情况，这实在令人赞赏。比龙乌多摆车牌车壳拢啊歪过起出，要修理恐惊无上。2、3万跑不掉了，因为它还有一些精品在身上。发生车祸当时是伫早起8点外，都是上班时间，车真多，加上日头真擦目，真有可能影响到骑多摆人的视线。是安怎发生车祸？警方还阁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